上帝早已預備。係啊，佢預備咗㗎啦。有嘅，不過睇下你信到邊個地步咯。我相信上帝早已預備嘅。我同意，我亦都唔同意嘅。有美好嘅人生俾我哋每一個嘅。一生人係有預備嘅。我哋一出世，神已經係規劃晒我哋一個人生裡面㗎啦。如果你接受嘅時候，嗰就恩典。安排定咁多嘢，你唔揀都冇事㗎。我哋拒絕嘅時候，就係你自己選擇，即係好簡單咁講啊，自取滅亡嗰種。我哋喺唔知道自己需要啲咩嘅時候，亦都佢都會慢慢擺唔同嘅嘢喺我哋嘅路嘅側根。我喺大學嘅時期呢，當時其實已經睇咗好多哲學書啊，又修練過啊咁。但係呢，我總有一種好深嘅悲痛嘅感覺，就係因為人類啊係有好多嘅衝突，人類呢有好多嘅苦難，而天地之間嘅生命呢，常因着人類嘅衝突呢受到損害。嗰陣時嗰種嘅悲痛感呢，係有啲真係無盡嘅悲痛嚟嘅。總覺得人生好似個苦海，苦海個感覺咩？就係你浸喺個大海度呢，對腳一直都踩唔到地嗰種感覺。嗰種就係所謂空虛嚇，係完完全全嘅空虛嚇。喺呢個空虛嘅感受就係話，究竟人生係為咩呢？人生總有好多嘅痛苦。呢種痛苦好似無止境，因為呢，我哋追求嘅嘢，我哋未必得到；我哋愛嘅嘢又會分開噃。咁同埋有人會無端端去憎恨你，無端端嘅攻擊你嚇。咁人嘅慾望又好盛大，仲有生老病死。人無端端嘅出世，又無端端嘅會死嚇。好似我係未揀選到就出世㗎啦，被逼出世嘅嚇，你想唔出世唔得㗎。大丈夫唔生就唔生，唔得㗎，係夾硬掹你出世。今日我想唔死呢，又唔得喎，始終有一日我一定會死，死之前仲會老㗎噃啊！所以呢，有人話點解個人咁後生死，其實好嘅，因為佢死嗰時仲靚啊嘛啊！咁好老死啫，死嗰時係好難睇嘅嚇。咁呢個無可奈何嚇，長命有長命嘅痛苦，短命有短命嘅痛苦啊！生命總係好無奈咁樣，由生同死之間好多嘅掙扎，中間又有好多好多嘅痛苦。所以喺呢個尋索對人類苦難嘅關懷，點樣有出路呢？我係最後我係估唔到呢，我係揾到耶穌基督，因為宇宙嘅大道如果變成一個有身體嘅人，呢個叫道成肉身，佢經歷人生嘅所有痛苦，以至到承受住呢種痛苦，將痛苦轉向死亡，帶住人嘅罪同埋苦轉向死亡，由佢死而復活，就係話生命可以從頭開始。嗰種從頭開始，你有新生命去面對苦難，然後你要無盡嘅慈悲仁愛去擁抱關懷世間受苦嘅人。終於呢，可以話我喺接受基督之後，我開始揾到呢個出路，就係世人有好多苦難，但係我要學習基督咁呢，以帶住傷痕嘅手去擁抱人類。耶穌基督當佢釘十字架嗰陣時，佢隨時都有其他方法去面對嘅。當人要捉佢嗰陣時，佢咁多群眾支持，一入耶路撒冷，成個城歡迎佢。佢只要一朝一聲號令，第二朝即係號令，叫啲人出嚟支持佢。哇！大把人出嚟啦嚇！用政治行動去對抗捉佢嘅人。佢又可以逃亡去隔離國，去波斯申請政治庇護，又日去羅馬廣場派啲門徒去鬧下羅馬政府點樣迫害人權。佢又可以咁做嘅。佢又可以咧學中國嘅隱居者歸隱山林，唔再理世事，或者喺沙漠之中靜思默想，唔再去救人類。佢亦可以選擇呢條路，但係佢冇選擇呢路咧。最主要就係佢無論如何唔能夠放低佢所愛嘅人類。雖然呢啲嘅人係傷害佢嘅，係出賣佢嘅，係陷害佢嘅，但係佢要用佢受傷嘅手嚟擁抱呢啲
人，呢啲害佢嘅人，佢寬恕呢啲嘅人。呢個就係耶穌基督咧選擇嘅道路。呢樣嘢我先明白嗰種無止境嘅愛係一種咁樣嘅愛。忽然間，我呢個時候我明邊個人去觸摸、擁抱呢啲垂死或者餓到就死或者病到好瘦弱嗰啲人，我真係無能為力對呢個世界嘅痛苦啊！但我睇見耶穌係咁樣行上呢條路，我發覺我明未來我一生要學耶穌基督一樣，就係用我有限嘅能力，但係用無窮嘅愛去關懷咧呢個世間嗰啲受苦嘅人。我竟然揾到耶穌啊！耶穌用佢嘅身體道成為肉身，係一個身體去承受人哋嘅苦難。而聖經裏面亦講到，就係你要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。保羅喺羅馬書第12章第1、2節啊，佢話你個身體要獻上當活祭，係聖潔嘅，係神所喜悅嘅。你們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當然的，而且仲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去測驗何為神善良、順絕、可喜悅嘅旨意。身體獻上活祭咩意思啊？佢唔係淨係精神獻上，係身體都獻上，就係你成個人嘅生命整體，唔係淨係你個心去獻上。祭係咩？個祭就係古時人用啲祭嚟獻俾上帝，嚟通過贖罪祭啊、燔祭啊等等咧，嚟到通過祭一啲嘅祭物獻俾上帝。嗰啲祭物獻俾上帝，一隻牛啊、一羊，佢切成一塊一塊，然後全部燒喺壇上。咁然後今日將身體獻上當活祭，就係話我唔係就一隻死咗嘅羊或者牛獻俾神，而係我嘅生命就係一個祭。我要破碎我自己，我要全部燒喺壇上，係將我生命獻俾上帝。呢個叫身體獻上當作活祭，呢個係聖潔嘅，係神所喜悅嘅。當人成為一個祭嘅時候，我獻俾上帝，我同時就將我自己獻俾人類，獻俾國家，獻俾呢個大地所有嘅生命。當我學上呢條路呢，我開始發覺我唔可以再效法呢個世界，就不要再效法呢個世界，都要測驗何為神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嘅旨意。上帝嘅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嘅，就係有啲你值得去追求、好開心嘅一種旨意，就係將佢嘅無盡嘅美善慈愛帶俾呢個人間。當我哋係唔再效法呢個世界嘅時候，因為呢個世界係一個棄絕咗上帝嘅世界，亦係一群人係離開上帝嘅人，所以你唔可以同佢一樣。喺個咁嘅世界裏面係點啊？即係話你唔好俾呢個世界模造咗你。我哋今日可以基督徒可以變成變色龍，去教會就好純良，一出到去又奸詐。佢一個禮拜6日奸詐，一日純良，咁你始終都係奸多啊嚇。咁啊，基督徒有時好似變色龍，出到去一變來變去。但係咧，如果變得太多唔得喎。曾經有人咁講，唔知係咪真係有一個咁實驗，就係有嗰啲嘅尼龍布好多顏色嘅咧，擺隻變色龍喺度行，佢就死行到咦突然間咁樣，咦行一陣又第二個色，佢變下變到就爆死咗就有啊。咁當然唔知真定假，呢個係傳說啊。咁咧，我哋唔可以係變色龍，我哋應該好似一啲毛蟲咧，等待變成蝴蝶啊。其實基督徒就係要變成蝴蝶，就係我係有個基本嘅轉化嘅。呢個轉化就係我哋一跟從耶穌基督，我哋將個生命獻上去嗰陣時，我哋就要使到自己好似蝴蝶咁樣咧，飛於天地之間，係能夠飛上去㗎，由毛蟲變成美麗嘅蝴蝶啊！現實世界面對好多嘅難題，我點樣可以做一隻蝴蝶？點樣可以做一個生命轉化嘅人呢？咁今日我哋嘅難題係咩呢？因為咧，我哋今日面對嘅世界係一個負能量嘅世界嚟，人中意埋怨，中意中傷人，中意講啲背後閒話去傷害人。呢個充滿是非嘅世界，講是非嘅刊物係最多人買嚟睇嘅嚇。咁同時咧，喺呢個世界裏面咧，係人咧係好放縱。所以我研究過後現代文化咧，後現代文化其中個特色就係一種狂歡文化。就將原本好多價值加以解構即係 deconstruction， 原本嘅價值全部摧毀佢嘅結構性。然之後咧，人其實係冇乜真理好講嘅，就係你一套我一套嘅啫。而家嘅思想家研究發覺，
今日嘅世界就以狂歡為主流，以嗰啲咧真正好啲做人嘅覺得你黐線狂歡嘅文化，特別係性嘅放縱，更加係我哋呢個文化嘅特色。性放縱到一個地步，加拿大有一個人佢去奸污一隻狗咁個狗醫生發現隻狗受過奸污，先至知道佢做啲嘢就捉咗佢。但係最後佢話：我有我嘅人權同自由，我中意同狗發生關係，咁點啊咁？咁呢個時代遲早佢話呢啲係佢嘅性傾向，中意同狗有關係嘅話咧，佢總可以得到佢嘅權利嘅。所以咧，跟住啲人跟住話啦，咁我同我妹發生關係又點咧咁我大家冇害人啦，我中意大家你情我願，咁你管唔到我嘅啫咁。所以亂倫又可以啦，咁同野獸交往又可以咧。其實呢個世界就係一個開始好放縱嘅一個世界，以至我哋尋索短暫嘅開心，例如吸毒係有短暫開心。就算追求短暫麻醉嚟食煙飲酒都係佢冇吸毒上癮咁大問題，但係始終短暫麻醉人就有快感，性亦係一個短暫嘅快感嚟嘅。咁但係咧 C.S. Lewis 呢個著名嘅思想家佢就特別去提到，佢話性嘅樂趣本嚟上帝賜予我哋噶嘛。上帝創造呢個世界一男一女，有婚姻嘅制度，呢個婚姻嗰個性嘅歡愉，其實上帝俾人類嘅。但係咧，由於我哋嘅迷執，由於我哋嘅自我封閉，我哋沉溺咗喺一個嘅世界裏面咧，係上晒癮咧，我哋反而冇咗真正嘅喺婚姻關係裏面嗰種嘅樂趣。如果一個人婚姻係好美滿嘅，夫婦之間係充滿愛嘅，由裏面咧所有嘅性嘅歡愉，同時係有人係最滿足嘅。但係而家人寧願離棄婚姻，係去破壞家庭嘅方式嚟到尋求狂歡咧，造成我哋今日呢個世界咧嘅一種淪陷。淪陷就係人性嘅價值淪陷喺各種放縱嘅情慾當中。呢個係今日21世紀人類最大嘅危機。咁好似我哋呢個世界就係一個好容易上癮嘅世界，拎起個電話就可以上癮㗎啦。咁不過咧，我哋有一個嘅年青人曾經跟我哋去農村幫助窮人。佢突然間覺得好釋放，因為去到農村嗰啲電話唔接收唔到人造衛星。佢話我突然間一段時間可以冇晒 iPhone 冇晒 iPad， 原來咁開心嘅喺山野之間睇下天地嘅美，又幫下啲窮人教下佢英文，教佢點樣可以即係做一個快樂嘅人。嗰班人又教翻你，原來貧窮嘅人係咁樣，我哋生活得咁好，原來我哋都唔知道自己嘅幸福。哇！咁然後嗰個過程學好多嘢㗎。咁但係今日嘅上癮嘅文化，令到我哋已經變咗一大堆嘅垃圾跟住我哋走。咁咧呢個金力克牧師曾經咁講啊，佢咧有一個嘅女人咧係露宿嘅，喺教會門口嘅成日去乞錢，人哋唔俾佢就鬧人㗎喎，好惡佢呢個女人。咁佢成日拎住一大袋喺度，好多袋嘅垃圾拖住行咁樣。咁後來咧佢就死咗啦。死咗咧，阿金牧師同佢主持喪禮，佢諗住喺呢個咁瞓街嘅女人應該冇乜人嚟㗎啦。點知唔係喎，有班着到好靚嘅西裝嘅人又揸好靚嘅車嚟，原來呢班都係佢嘅後代嚟嘅。又佢係好有錢嘅，佢係好靚嘅屋，佢屋好多名畫，但係佢好似全部好嘅嘢唔要，就拖住大堆垃圾周街行。佢用呢度舉例，我哋今日人類就好多上帝俾我哋最好嘅嘢，我哋人性嘅價值婚姻嘅價值、家庭嘅價值、人嘅真正嘅喜樂根源，我全部唔要，就拖住一大堆垃圾咧嚟做人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咧呢個時代。所以聖經叫我哋咧要身體獻上，就係我哋具體嘅人係真誠嘅將自己咧嚟獻俾上帝。我自己諗過呢個問題，我30歲左右我已經諗，我要做個真誠嘅人，一個虛偽嘅人。因為你可以有資格虛偽，因為你開始年紀大啲可以奸。咁但係你對上帝若要真誠，就不能虛偽對人。你嗰個虛偽對人，你對上帝都要虛偽。所以我係咪用假面具對人呢？如果大家都假面具做人，冇乜意思嘅啫。連老婆都見面都假面具㗎嘛，咁真係冇乜人。咁但係呢，我學習咗啦，就係如果我要真誠對上帝，我就要真誠對人。咁我遇到一個好
好偉大嘅人物叫林思齊，佢係加拿大嘅總督嚇，係華人喺海外能夠做到同英女王同級就係總督咧，的確係一個好大成就嘅人。咁咧，我問佢點樣成功啊？其中一個因素就係，第一佢能夠成功賺好多錢，係因為佢冇要賺錢嘅心，呢個係佢最犀利嘅地方。第二咧，佢話我學習真誠嘅對人。真誠對人係點樣㗎嚇？佢話我見任何人我都用我嘅真我同佢交往，我付出2成嘅真誠，佢睇下對方又付2成嘅時候，我又付3成，啊佢又付3成，我付4成，即係同佢鬥真誠。唉啱啦，我遇着呢個林先生，佢老我好多㗎啦嚇，佢一個好成功嘅人咧，我就係同佢鬥真誠啊嘛，所以好快就傾入去，因為大家好快將自己嘅心靈揭露，好快就有一個好美好嘅世界。呢個時候就係我發覺林先生點解咁成功？因為佢將自己全部獻上啊，佢將個時間用得好好，佢又將佢嘅抱負、佢嘅金錢去獻上，因為佢賺好多錢之後，佢就整個基金去到處捐錢。佢早啲退休去捐錢點知啱啱話退休捐，突然間有人話喂，而家啲石油股好啊咁我諗下買定唔買？就諗唔好啦，上帝既然叫我要獻出，我就隻牛唔係等到老先至侍奉神一切，而家未老得晒，我放棄一切侍奉佢，就全部錢捐晒出嚟做基金。佢話好彩，因為嗰陣時買咗石油，跟住跌價咧，佢就全部基金冇晒。好彩佢冇買到，跟住佢嘅基金後來不斷捐咧，令到加拿大政府驚訝，從來冇人捐過咁多錢，而呢個竟然係華人，因為佢哋話中國人捐錢啊，你哋係嚟攞好處嘅啫，係嘛？點知林先生話唔係嗱，我嚟咧就係咧。我捐得比西人多，結果佢做到總督，佢得到咧一個好高嘅榮譽啊！咁原來咧佢願意獻出，佢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咧，上帝嘅祝福就會臨到佢身上。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就係聖經講到，就係你將上帝國睇到最重要嘅。原來上帝嘅祝福來臨，好似我哋嘅要犧牲自己嚟做一個神嘅事工嘅，我自己唔想嘅，講實話。我自己有一定嘅學識，有一定嘅名望，係咪？咁最好做個教授，攞個高薪，又得閒傳下福音，最多做埋教會執事嚇。但係點知神一呼召我死啊！哎呀，呼召嚟即係要犧牲，所以犧牲好高人工。我嗰陣時有個好高人工嘅工嚟請我去做電台嘅評論，係以100萬嚟開咪㗎噃。咁你要百幾萬開咪啊？一話去捱世界攞個靠啲基督徒捐啲唔捐啲咁捱住一個好低薪嘅機構，又去服侍中國人。嗰陣時都要諗㗎，要預備晒，就係話，假如我要走上神嘅道路，神93年呼召我要去幫中國嗰陣時，最後我都覺得百幾萬嘅人工咧，港幣但係嗰陣時都好高嘅90年代當然好吸引嘅，但係我一生就唔係為上帝，亦唔係為中國，我係為緊我自己。賺咁多錢，賺幾千萬返到加拿大，點啫？咪做色魔？咩叫色魔？即係食利息行 shopping mall 所以當我後來我明白咧，先求他國他義，我行上我知道我嘅機構又冇錢又冇能力，唔知點，但行上去就得㗎啦。然後我話我哋冇辦公室返到香港就有人送辦公室俾我用㗎咯。佢橫掂投資咗買咗實起價嘅，嗰個就免費俾你用，1蚊租俾你，就可以咁樣。你發覺你求佢國，神就有好多嘢賜俾你。咁但係跟住走落去呢，係一個要完全信靠上帝嘅道路，因為呢，你要信靠上帝。點解值得信啊？因為佢為我哋犧牲，耶穌基督受咁大嘅痛苦為我哋死，佢嘅旨意係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嘅，佢一定為你有善良嘅預備。我就憑信心行上去。一憑信心行上去嘅時候，我發覺原來呢係當然你內心有好多痛苦，有人害你嘅但係你能夠寬恕佢呢，你就有能力上。由你入到一個好複雜嘅現實世界，呢個現實世界裏面呢，就總會有人攻擊嘅。聖經話魔鬼就係毀謗者，魔鬼嘅毀謗一方面話上帝唔信實嘅，你唔使跟佢；另外一樣就係周圍有人會毀謗你，咁點算呢？唯一就係信靠上帝。如果係佢要我行呢條路，我就行去，我唔理人哋點睇，因為我要向上帝負責。
歷史唔會記載人哋點鬧你嘅，喺網上好多報文嘅，佢要踩你容乜易啫，係咪？你估歷史會記咗咩？歷史唔會記得呢啲嘢嘅，歷史記得就係你真係幫過咁多人，你愛過咁多人，而嗰啲人真真實實嘅存在過喺世界上，喺上帝嘅記錄裏面，喺嗰個生命冊記錄裏面有。所以我係尋求上帝嘅知，信靠佢。遇到乜嘢艱難困苦，我知道佢同在。結果最艱難嘅時候，當我個心好唔知點嗰時，就有個牧師喺澳洲嚟，佢一定要見我。我見過佢一面嘅啫，但係佢一個係尋求神嘅旨意嘅牧師咧，佢一定要見我。咁我話我而家遭遇啲困難，佢話你唔使同我講，我早就知。我問咗上帝，上帝話咧，你嘅名叫但以理，但以理嚇冇諗過嘛？但以理可以同皇帝傾到偈，但係但以理俾人陷害抌落獅子坑。不過你唔使驚，我會封住獅子嘅口啊！上帝話：哇！我聽講又真係，我而家嘅處境好多獅子咬緊噃咁啊！咁我覺得哇，真係上帝同我講嘢，又驚佢唔知係咪真嘅，幻覺定真咧嚇。咁但係後來發展係嗰年係非常記得，中國政府突然間肯定咗我一個嘅位置，以至到所有攻擊我嘅政治就停啦。出到我翻到加拿大，加拿大政府又俾咗我一個嘅獎勵，一個勳章，依到所有鬧我係嘅嗰啲嘅政治嘅講法咧嚇，又唔通啦喎，因為我喺加拿大睇嚟，我唔係中國派嚟嘅特務，喺中國睇我唔係西方派嚟嘅特務，兩邊都俾我一個安慰，我知感謝主，所有嘅艱難就渡過。然之後跟住內部會有人攻擊佢一樣嚇，有人分裂嘅喎，跟住佢會去批評你嘅，批評你嗰陣時最擔心話係政治危機過咗，但係佢哋周圍鬧嗰陣時，咁冇人奉獻，我哋咪一樣死嚇。點知又見到個澳洲牧師又嚟見我，佢就俾我一個信息，佢話以利沙嚇俾千軍萬馬包圍，但係以利沙話我哋嗰邊係比佢哋嗰邊多，因為上帝嘅火馬火車、天使天軍保護。我唔係好明咩？我哋嗰邊比佢嗰邊多，直至後來嗰年我哋籌到嘅款，竟然比以前咁多年都多。人人都以為哇，有人批評你仲唔死咁啊？唔係喎，原來仲好。我知啦，上帝係信實嘅，所以最後我學習一樣，我心諗或者主啊，我今日已經到發展到而家，我又冇得咩機會點大犧牲又冇得倒釘十字架，但係或者我如果去學你嘅話，我第日點死我都願意嘅，好似你死得咁痛苦，我願意，因為呢個時代嘅人好多痛苦，只有經歷你咁嘅痛苦先分擔到人類嘅苦難，你先明白人類嘅苦難啫。咁所以呢，當我一選擇呢條路，我唔知第日死咗有冇釘痕，但係我諗定咁嘅時候呢，我就願意為主而死個心呢，出嚟嘅時候，我就乜嘢我都唔懼怕，世事嘅風浪、人間嘅險詐、各方面嘅毀謗攻擊，我一啲都唔懼怕，因為我已經諗住，如果為主而死，我係冇嘢擔心，生命喺呢度得到最美麗嘅意義。我哋一齊低頭祈禱。親愛天父，永活嘅真神啊，讓我哋每個人今日都嚟到你嘅面前，讓我哋生命未來嘅日子都交在你手中。我點樣活着活得更美好？點樣活着我哋能夠為你而活，甚至願意為你而死？雖然我能力好有限，但係有你同在，我哋嘅愛係無限嘅，用無限嘅愛去醫治、去關懷呢個世間各種有需要嘅人。求你用我哋嘅生命，使你嘅名得榮耀，又將你嘅榮耀美善帶俾有需要嘅人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名祈求，阿門。